Kia ora, Stefano, welcome back.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这期视频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关于一周的7天，用毛利语怎么讲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在毛利语中，日或者是天是用 ra 这个词，所以在一周7天中，它的所有开头都是 ra 开头。所以天或者是日是 ra tera， 就是太阳的意思，或者是日。下面第一个单词叫 rahina，rahina 是星期一或周一的意思。rahina 在这里也代表月亮之日，因为 mahina 这个单词有月亮的意思，那 rahina 就是月亮之日。这一天象征着新的开始，就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。每个星期从 rahina 也是从头开始。下一个单词是周二 ，ratu，ratu 星期二是火星之日，它的名字在毛利语中，战神是 Turmatauinga， 战神在毛利文化中代表着力量和勇气，所以星期二也是战斗和行动的日子，就像战神那样。接下来星期三 Rapa， 它是与水星有关，这里的 Apa 是 Aparangi， 星期三与水星的链接也象征着智慧与沟通，是思考和学习的好日子。下一个星期四是 La Party，La Party 是 Pariaro 的缩写，它是土星或者是土星之日的代表。这一天象征着扩展和成长，所以星期四适合进行规划、拓展和树立新的目标，是一个发展的日子。接下来星期五 La Mele，La Mele 这里的 Mele 是和金星有关，它代表着放松、爱情和美丽，所以周五是在这一周中相对放松，适合享受与社交的日子。接下来到了星期六和星期日，星期六叫 La Hului， 在毛利语中 Hului 是喜的意思，所以这里 La Hului 也是洗礼之日，所以在这一天人们可以将衣服或者是房子进行清理和打扫，所以星期六是作为清理整理、为新一周做好准备的日子。下面星期日叫 La Tapu，Tapu 在毛利语中是圣洁神圣的意思，所以呢 La Tapu 星期日这一天经常是用来与神进行连接，或者是用来反思和休息的。我个人非常喜欢毛利语中人与精神世界还有神的对话，它也同样提醒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与自然相连接，与自己和精神层面好好沟通。然后关于记住这7天呢，也有一首非常朗朗上口的歌曲，它的名字叫 Ngara o Te Wiki， 一周中的这几天 Days of the Week， 它是这样唱的 Torufa La Hinara Tura Apa Ko Ngara o Te Wiki Nei La Pare La Mere La Horoi Ko Ngara o Te Wiki Nei La Tapu La Tapu Ko Ngara o Te Wiki Nei Hey， 好，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帮大家更好的记住毛利语中的一周7天。那么你学会了吗？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，Kakite Ano。